来看民众党的党主席郭文德涉金华城个政治献金案，上先是裁定讲交保金对3000万提悬到7000万，爱挂电子卡了。目前了解哦，佮增加4000万，但飞机解除银行的定存由挂价提出来交保。民众党委员哦分配扩大只是备用。另外，因为郭文德伫法庭讲，伊要是党主席，找立委黄国昌来斗3工。外界认为讲这是指定接班人，黄国昌嘛批评北检，亲像要威胁郭文德，若无想要放弃啊，就实质是干预政党的事务。变起来的就努力，努力。谢谢。30世纪民众党秘书长周有修交主席郭文德的出来讨论解决的方法。前一天暗时，郭文德被裁定7000万交保，并且就要挂电子卡条。那扣掉进前已经纳入3000万，等于是30个到进前一个纳4000万的交保金，那无将会搁再积压。民众党讲会全力总钱救人，用自愿的方式啊，那当场大概凑一凑。大概觉得应该接近目标了。让每一个人承诺的部分，大概早上都有反映说他们都准备好了。立法委员有几个都分配，就像我分配到500万，没有现金也可以去向朋友借。我相信这个是不难达到，但是这么高额对台湾民众党确实是一个负担。因那伫前前的记者庭内边。郭文德也讲到，伊家己一个继续行官司，爱面对，爱出庭。若是无甲党主席辞掉，规个党务会无法度运作，就要交予黄国昌斗3工处理。希望法官给伊1礼拜时间，互外界解答是伫咧钦点接班人，因过民众党是否认。主席的意思是说，请黄国昌来处理啊，他没有讲代理改选啊，是党内是有一个程序，是要透过党员来质询的啊，所以这个也没有什么指定的问题了。自诩为民主法治国家的检察官，自甘堕落为鹰犬，在公开的法庭上毫不遮掩的逼迫柯文哲主席辞职。我再说明一次，今天对台湾民众党而言，只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，救出主席。在处理党部的工作，也在处理立法院的工作。黄国昌看起来真忝。伫司法法制委员会审查有算时阵，和民进党的立委张嘉宾口舌，黄国昌也气噗噗。其他委员到什么地方去了？我们不会在上周。这个就是我们司法法制委员会啊，丢脸啊！记者综合报道。